大家好，今日要来拍这张影片，是因为我这只狗吼，伊的品种叫捷克罗素。因为伊的品性特殊，体力100倍，咱若无甲操甲稀咧咧，欠指示，伊会甲你破坏你狗的家具。所以咱今日要先训练，吼，互伊甲伊的体力用好了。来，欢迎，那个球棍，球棍，伊就安尼。来，欢迎的，球棍。配合一个，听一个话以后无办法。喂，厨房，乖，很好，带双脚带力了。厨房，厨房，我出点，厨房，乖，厨房，乖。在做什么事呢？咱保险，咱打对购买。哇！这个，因为一样，哦，捷克罗素一样。OK。那就 OK。OK。快点来，乖。休息，回房，快点来。乖，快点来。good job， 乖。来，注意哦。来，快点，快点来，快点来。乖，看好。OK。快点来。乖，哦，这个小鬼乖。好的来，哦 ，good girl， 赞哦，嘿，乖，good girl， 嘿，大乖，乖，哦，跳飞，跳火圈呢，哦，厉害。喂，你今日表现得袂歹，不过人客啊，恁敢知影1个月一个特殊的机灵是啥物你知无？嘿嘿，恁绝对想袂到的。欢迎，来，后个等。欢迎。啊，各位人客啊，今日阮家忽然间有一只狗仔来叫我甲赶我，我问看下这位施主有啥问题，你甲我讲。哦，我知啊，你是粉圆，你介意奶茶，你希望找一个伴对无？哦好。我今日替你解决这个问题。上来，你让白家庭我爸爸。哦，爸爸乖，乖。哦，哇，又是查某囡仔，甲天同天养好水哦。来，好爸爸，乖，乖。哦，花科。哇，来，我等你开始，我甲丢。来，可以。哇塞！沐浴，咱即马粉圆抽到，伊是问题是讲吼，伊想要看电视会当熟悉到伊的男朋友叫年地。伊第一种抽的牌是叫做天同天良。天同天良，你嘛，这就是有一个查某囡仔爱耍唱歌，啊一个老大人有爱心的。所以伊这就是讲，伊希望有一个人会当甲伊耍，啊，佫会当甲照顾的，啊，佫有爱心对待伊的，啊，这就是伊甲伊的对象。第二种就是画哥，画哥就是讲背壳吼，这是咧路梗的山内底，去有海印冲去，看到足水的贝壳，所以这就是讲，这个出现啊，这个人有爱心啊有耐心的，啊对伊足好的，啊这个出现看伊人是会出现，这就是伊顶头有数字，这个数字就是2个月之内，伊就发生啊，伊就会找到伊爱情的对象。欢迎，恭喜你哦！
动的，无该心动的。可以呢，过来。可以。